粉絲們大家好，又嚟到朱義盛生活百貨啦！聽到 Yan 店長把聲，又係時候 Yan 店長介紹筍嘢俾大家啦！拆咗開箱咧，即刻見到一對咧非常之靚嘅拉絲耳環，希望介紹俾大家。呢個款式咧中性到男士都應該可以選戴嘅，因為咧呢啲款式咧好型格。如果中意簡單金屬感好重嘅你哋咧，呢對啱晒大家。好啦，呢個首先拎咗上手，一個好型嘅一個拉絲效果嘅一個耳環款式喎，啱啱冇咗焦點，而家 zoom 翻俾大家睇。好，呢一個咧拉絲嘅耳環係一個吉針嘅設計啊，有啲咧好型格嘅感覺，好少去做到一個咧包晒成個耳窩，我哋嘅耳珠位置咧可以攞咗入去嘅一個耳環設計，戴咗上去咧可以覆蓋咗咧你下半 part 咧耳珠下面部分嘅位置嚇。佢唔會有配件嘅，一戴咗上去咧就定點咗喺你隻耳仔上面㗎啦，好似一塊咧好型格嘅金屬片喎，一個咧拉絲效果做得非常之靚嘅一個設計。耳環男女咧真係 both 男女都可以選購啦，呢啲 handmade 嘅全部都設計師咧做得非常之精緻，因為咧呢個做到拉絲效果啦，好 smooth 啦，摸上手咧都好順滑嘅，做咗一個咧流線型嘅設計嚇。望後面後面咧就擰身嘅，咁當然呢度咧個部分咧真心戴咗上去咧就睇唔到㗎啦。咁咧話俾大家睇咧，做咗個環切面，戴咗上去嘅效果係點樣嚇？當然分咗呢一個咧鏡像效果，分咗左右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可唔可以倒轉咧？我覺得倒轉咧都可以，但係咧個設計戴咗上去咧，真係可能會有少少唔同。可能咧戴咗上去，如果係咁樣戴咧，如果根據你嘅耳仔嘅位置分佈咧，拮咗上去咧，有機會就變咗呈現咁樣嘅設計。咁所以咧感覺咧買咗一對耳環咧係真係有兩個效果出嚟嘅，方向亦都會有少少改變。咁所以咧 Yan 店長同你研究過一對耳環咧可以有兩個戴法咧，係咪非常之抵玩咧？究竟幾多錢？容後再講，記得收睇到尾。呢一個咧效果非常之特別。如果係將呢個針位向呢邊戴嘅話咧，可能咧垂掉落嚟咧就會變咗側側地嘅感覺。而啱啱 Yan 店長咁樣去配搭嘅話咧，有機會咧會變咗喺你個耳珠下面嘅位置咧，就呈現咧可能低一啲嘅位置嘅。咁所以咧喺一個耳環上面你嘅設計咧，事實上咧就真係有兩個戴法嘅效果。如果唔明咧，可以親身到店咧 Yan 店長教大家點樣去佩戴啦嚇。咁到時可以再同你研究過呢一個咧做咗個拉絲嘅一個咧立體捲曲嘅一個金屬片，望落好 smooth， 但係咧又好硬淨喎，因為係一個金屬嘅設計我哋做過個校對先，究竟大概有幾大粒咧？會唔會好誇張咧？大概2/3個2蚊左右咧，2蚊係直接可以覆蓋到嘅，所以咧係 under 一個2蚊嘅2/3左右嘅 size， 所以咧貼耳得嚟咧唔會話真係好誇張，而呢個款咧可以中性到男女啱用嘅。好啦，呢個係01號款式，而02號款式咧就係一個咧拉絲金色拉絲金色真係因為 handmade 嘅關係咧，真係會有啲咧不規則嘅感覺。要做到咧就係因為佢有一個流線型嘅感覺啦，所以你戴出嚟咧可能都會有少少不一樣望到做到一個拉絲嘅流線型咧，由上而下咧係真係可以 move 到去後面嘅。如果 Yan 店長好似咧短頭髮嘅話咧，成個耳環嘅配色咧真係可以呈現晒成個出嚟另外仲有可以咧將佢左右分戴咧，咁事實上真係可以戴到兩個完全唔同感覺嘅效果，方向唔一樣啦，感覺完全都會可以唔同嘅。咁做咗一個咧捲曲嘅一個形態，但係咧係一個金屬嘅硬框框、硬淨嘅硬朗感覺。咁所以如果有啲客人咧中意咧簡約風，而又有個金屬感咧好嘥巴碌嘅話咧，呢對耳環咧就應該啱晒大家啦。嚟到呢度啦，究竟 Yan 店長可以爭取到一個乜嘢價錢俾大家咧去選購咧？40蚊一對就可以帶佢翻屋企啦，真係非常之抵玩嘅，真係又抵玩又抵用。希望大家中意我嘅介紹，因為呢一個
價錢基本上咧真係抗通脹價錢，希望咧大家買得開心，希望中意欣店長介紹嗱，心動嘅你不如行動，喺標題即刻 WhatsApp 欣店長或者打俾我咧留起嗱，記唔知咩款式咧記得 cap 圖俾我啊！我哋下集見，拜拜。